粉底同提亮霜邊樣先啱自己呢？點解有時化完妝好似好厚，但有啲人望落去就好似素顏嘅感覺？關鍵可能係你唔需要日日都用粉底。粉底最主要嘅作用係用嚟均匀膚色、遮瑕同埋修飾毛孔。如果你今日有泛紅、暗瘡印、明顯膚色不均匀，或者要出席重要嘅場合、影相等等，咁粉底就會更加適合。而提亮霜唔係用嚟遮瑕，佢最主要係令到你皮膚望落去更加有光澤、更加精神、更加透亮。特別適合本身皮膚唔係太差，想快速出門，或者中意自然嘅妝感。仲有40+怕厚粉顯紋。咁你平時中意用粉底定提亮霜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更加多40+化妝分享嘅話呢，記住 follow我啊！